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哇，今天刚刚让大家再次回到我们当中，就是满心的开心又喜乐。我们相信，当我们回到神的殿中的时候，上帝也喜悦我们每一个人的摆上。阿们吗？阿们。也邀请大家从座位上起立。我们就张开我们的手，我们一起来向耶稣来祷告。然后更多的相信今天早晨是属于神的。当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分别为圣的时候，上帝的恩典恩膏就要大大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阿们。我们一起来说：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渴慕你；圣灵，我们渴慕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我们爱你。用一点的时间，我们来向我们的耶稣来祷告，求圣灵这时候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更渴望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得着释放，我们心就可以得着安息。哈利路亚！这时候我们用我们的使徒信经，我们来告白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全然的相信他。阿们吗？阿们。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赞美他。耶和华是我牧者，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使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
相信上帝也喜悦我们的敬拜。阿们。无论什么样的环境，耶和华是我们最大的医治者。阿们。他是大有能力的神。那我们用这首歌来宣告他的名。水中经过，你必与我同在；从火中经过，你必遮盖着我。你双手医治，你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你赦免罪孽，医治一切疾病。你赐下应许，叫我们的痊愈。都是好的，阿们。那么凭信心来宣告，神必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来，从水中经过，你必与我同在；从火中经过，你必遮盖着我。你双手医治，你施行拯救，大有能力。赦免罪孽，医治一切疾病。你赐下应许，叫我们的痊愈。你战胜死亡，你践踏仇敌，你掌权在全地。再宣告，伟大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所以说我们相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你都会保守我们，你都会拯救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再次邀请大家，我们可以跟我们的
耶稣来更多的敬拜，敞开我们的心来敬拜他。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能够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耶稣，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哈利路亚！耶稣跟我们说，我们不用惧怕，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他必坚固我们，他必帮助我们。这时候我们邀请大家，我们要继续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要先为了我们的花莲的复原来祷告，还有那边的人员的平安来祷告，以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健康来祷告。好吧，我们现在邀请大家可以找2-3个人一起来RPG 来祷告。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当我们向神来渴慕、向神来呼求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来开道路。让我们更多的信心来向神来呼求。哈利路亚！主耶稣来到神的面前，求神你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花莲这块土地。当我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更多的相信耶稣你来怜悯，你来在当中来掌权，使我们那边的每一个人民、每一个家庭能够得到恢复，能够得到平安，能够得到安慰。所以说，求你也帮助我们在所有的救灾的过程，你保守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所有的过程、我们的救灾都能够顺利，也给他们所有的能够很好的天气，让他们所有的救灾一切顺利，一切都能够平安。谢谢耶稣。所以说，我们现在为了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体来祷告，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就是我你才是最大的医治者。就是不管别人说了什么，我们只要完全信出在你的身上。所以说，有耶和华你的灵就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体来同在，使我们身体能够得着完全的医治。谢谢耶稣你的爱，你的怜悯永不离开我们。感谢耶稣。
配着我们所有的赞美。谢谢耶稣永远都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愿我们今天的祷告都成为馨香的活祭，到神的面前。谢谢耶稣聆听我们祷告。现在弟兄姐妹请坐。这时，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4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请。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的话。”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圣经攻读到此，愿神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的心里。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位在新竹圣经学院的专任老师庄信德牧师。这是很有名的一位牧师常常在好消息里面看到他在解经讲经。今天我们教会非常的幸运，能够邀请到这位专任的那个牧师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为我们来讲道报告。谢谢何长老。好，我们今天呢是新竹圣经学院的一个纪念主日啊。那想一开始的时候要邀请大家看一个短片，就是新竹圣经学院我们今年度为学院所制作的一个募款请安的报告。那也希望大家在一边看的时候，愿神感动你的心，然后也为等一下信息结束之后的奉献来预备。我们来看一下短片。圣经学院奉献主日。圣经学院以4个 R 作为灵性塑造的意象。第一个 R 是 Rest。圣经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在忙碌的生活中，许多人身心灵都感到疲累。圣经学院期望为弟兄姐妹提供一个地方，可以安歇又重新得力的地方。第二个 R 是 Relationship。雅各在梦中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端直升到天，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雅各亲身经历了上帝与人的连结。圣经学院是一个让人可以与上帝相遇、与人相遇、与大自然相遇的地方。第三个 R 是 Renewal。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看见许多人在圣经学院透过课程、聚会、服事，生命被更新，心灵被转化，进而实践宣教的意向。在基督里，人有限的生命转化为无限的祝福。第四个 R 是 Recreation。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在圣经学院，喜乐不是表面的，而是深沉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生命常常更新，持续展现新的创造力。圣经学院期待成为一个充满喜乐、恩典和创意的地方，让弟兄姐妹可以发挥恩赐，共同创造新的服事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
灵性形塑的4个 R， 不只是理念，更是真实发生在圣经学院无数生命的故事中。今天我们诚恳邀请您，透过奉献与支持，一起让这梦想可以继续延伸，让更多人因为上帝的爱，生命得到更新。好，希望大家能够在祷告跟奉献里面为我们纪念。那现在新竹圣经学院呢，跟10多年前不一样。那过去呢有固定的学生，那现在主要就是为各个中会，还有为我们的总会，甚至也是跨教派的哈，就有成为很多营地啊，让大家可以去那边有退休会。我相信我们大家应该都有去过新竹圣经学院哈，有办过这些相关的活动。愿上帝透过你们的奉献和祷告来纪念祖圣的需要。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信实的主，恩典的父，在我每一天的生活里，你供应充足，也为新竹圣经学院祷告，愿你祝福我们的学校，让它能够继续成为台湾众教会的祝福。父神，我们要进到马太福音，就是你自己启示话语的现场，愿你帮助我们在圣经启示的现场聆听你的声音，也在圣灵的引导中建造主你喜悦那奉献的祭坛，使我们今天的敬拜成为你所悦纳的。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要带大家来进到这一段，其实对我们大家来说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了。那我有一个题目呢，就是生命中最大的试探。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大的试探？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在减肥的？啊，我这样问，有，很好啊。你知道我们在减肥的时候，什么是我们的试探？食物是我们的试探，是吗 ？OK， 还有淀粉是我们的试探，对不对？还有什么含糖饮料是我们的试探。好 ，OK， 你很想追求什么？为了要得到那个目标，凡是所有使我们无法得到目标的那些事情，都可以是试探。那对基督徒来说，你觉得什么是我们生命最大的试探？很多时候我们会讲这3件事情，对吧？好，钱、权力跟情欲。好，那这3件事情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有很多不同阶段的意义。好，那如果我问大家，在耶稣的一生当中，他曾经出现过哪一些试探？金钱、权力跟情欲。虽然耶稣从来没有犯罪，但是他面对什么试探？如果以你对马太福音第4章，撒旦来试探耶稣，有3个试探。第一个试探要耶稣怎么样？他肚子饿的时候，要他把石头变成饼嘛，我们刚刚读的。好，然后第2、第3个试探呢，马太跟路加的顺序不太一样，不过大体上就是一样的内容。哈，一个呢是要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另外一个是要耶稣怎么样拜他，他就把那个你看到的全部都给你。好了 ，OK， 这些对耶稣来说，这3个试探有哪些属于这个类别？好像全部的都给他，这跟钱有关是吗？然后呢，跳下去，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个天使就会扶着你，让你缓缓降落，不会摔死。这样，那是什么试探？哪一个？是权力，你有能力，超自然的能力。然后那情欲是什么？肚子饿、食欲，是这样吗？好 ，OK。一般来说，我们会从这个3个角度去套进去耶稣面对试探的3个。但是我们今天呢，要试着想一下，会不会耶稣所面对的试探，其实跟这3个分类完全无关呢？好，如果我们以为试探就是这些，是的，对我们来说，这些可能是试探。但是如果从耶稣面对试探的现场来看，我们看到什么？经文的一开始说，那时耶稣被谁引导？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所以这个叙事的一开始很清楚的，不是耶稣自己不小心走着就遇到魔鬼的试探。这些事情也不是耶稣在禁食祷告，然后祷告，撒旦发现有一个圣子上帝在祷告，撒旦就跑来了。所有事情的一开始都是圣灵上帝的预备和安排。
耶稣面对试探的这整个事件，要成为我们今天进到圣经现场一个很大的安慰和盼望，就是如果我们的耶稣他胜过试探，不是依靠他的超能力，那么我们今天在面对试探，可以胜过试探才有盼望。如果耶稣面对试探，他胜过试探是来自于他的超能力，那我们就会说，我又不是神的儿子，对吧？我又没有那个神性的这块部分。好，就是我们大家会想一下，什么叫做我们是神的儿子？但是对耶稣来说，在他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用你和我没有的能力。耶稣面对试探之所以能够胜过，他用的是你和我都有的能力。但是当耶稣在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是圣灵上帝把耶稣带到那里，而圣灵上帝的引导对我们今天每个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盼望。什么盼望呢？原来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各位，我们刚刚开始一开始礼拜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一个邀请，对不对？我们邀请谁？圣灵上帝。当我们邀请圣灵上帝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跟着耶稣一起去到他生命的旷野，其实也是我们每一天的日常。我们没有一天不再面对试探，我们没有一天不面对各样的试探。譬如说，耶稣说，当你看到一个弟兄，你如果恨他，你就怎么样？如果恨一个人，你就是杀人啊，有啊，会吧？有时候你看电视新闻，看一看，看到台湾的坏邻居拍触逼，他比我们还爱台湾，有没有？你就很生气，为什么他们可以用飞弹对着我们，又那么爱我们？好矛盾，对不对？好，那你就很生气，在生气的同时，甚至一不小心我们就咒诅他们。那这样会不会也是一种犯罪呢？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都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好，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胜过试探的。第2节，他禁食了40昼夜，就饿了。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被引导到旷野，面对到非常真实的肚子饿。各位弟兄姐妹，当耶稣在旷野的40天，我想你如果对圣经有一点概念，它跟旧约什么经历很像？跟旧约什么经历很像？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几年？40年。好，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对应。他讲的不是旧约的故事，他同时也是耶稣的经历。他讲的不只是耶稣的经历，也是我们的每一天。那如果这件事情是必然发生的，就像是每一天我们都会有7情6欲，那么耶稣怎么胜过的呢？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肚子饿了。我们在耶稣肚子饿的同时，心里大得安慰。原来不只是我的肚子会叫，耶稣的肚子也会咕噜咕噜叫。他有完全的人性。如果耶稣完全不会，完全没有犯罪的可能性，撒旦的试探就白搭了。换句话说，耶稣就是因为有犯罪的可能，虽然他没有犯罪，但他有犯罪的可能，这个试探才有意义啊！这个试探才有意义。所以撒旦听到耶稣肚子饿，一如我们的每一天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期待，当期待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各样的埋怨、生气、愤怒，说上帝为什么这样？当耶稣肚子饿的时候，撒旦听到了，知道了，所以经文说，那试探人的就近前来。他试探耶稣，他要耶稣做什么事情？他要耶稣做什么事情？把石头怎么样？变成食物。好，我还要问一下，为什么把石头变成食物是试探，或者准确的来说，试探的目的就是要耶稣犯罪，但为什么把石头变成食物是犯罪？好，那个问一下，我最喜欢问后面的，因为前面的都比较专心。那个后面的同学可以讨论一下吗？就是为什么我们等一下那个两三个讨论一下，为什么把石头变成食物是一个试探？把石头变成食物为什么是一个试探？好，我们现在给大家30秒钟计时开始。为什么把石头变成食物是个试探？
OK， 大家讨论了有答案了吗？我可以点一下后面的人吗？可以哈。那摄影机照不到就算了哈。那个有没有照得到？有没有人要回答一下？为什么把石头变成食物是试探？因为它还是石头，是假象吗？哦，因为它还是石头，是假象。哎，很好。所以如果耶稣咬下去，牙齿就会断掉，是这意思吗？OK， 好，谢谢你。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梗。还有没有？为什么耶稣？我们问一下弟兄，这边好，请说。石头就是上帝让它是石头，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变成食物，因为神话一出口就成就了，它就是石头，它就是石头。很好，非常好，给他一点鼓励好不好？给这两位同学一点鼓励呀。这个点也很棒。因为上帝创造各样的东西是各从其类，对不对？好，所以这个角度是说，如果耶稣他把石头变成另外一个分类，他就违反了上帝的创造。可以是这样理解的，没有问题。OK， 我停顿不是他说错了。OK， 这是一个好的理解，但是。上帝有没有做一些事情，是与他的创造，不能说违反，但是调整了他的创造。举例说明，水变成酒，它是不是一个跨类别的？你说它还是一体啦，对不对？它还是一体，但是问题是，水本身不含葡萄的成分呢，变成酒，葡萄酒的话就有葡萄的成分喽。OK， 而且它还跨越了时间的限制。怎么说？你要把葡萄汁变成葡萄酒，它不能汁没变成酒。总之呢，就是酿葡萄是需要时间的，有没有？但耶稣就忽然间改变了那个时间。好，所以 OK， 的确分类是一个好的思考。可是呢，在这里，当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光是改变的本身，好像没有任何与道德有关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罪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的是做错什么，所以它是个罪啊。譬如说，考试作弊算不算罪？算。说谎话是不是罪？酒驾造逃是不是罪？对 ，OK， 这些都是罪。但是撒旦来挑战耶稣或者是试探耶稣的时候，撒旦是有练过的，他没有用一般的模式来挖洞给耶稣跳，因为撒旦太懂什么是圣经里面对罪的思考。可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邀请人信耶稣的时候，人家可能会给你有一个回应，就是等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杀人不放火的时候，我再来信耶稣。这样我不嚼槟榔的时候，我怎么样之后，因为总觉得信耶稣意思是我们要比较高尚一点，比较是好人，比较不会做错事。基督教常常给人一个印象，就是一群好人聚集的地方。会不会有人来到教会之后发现，都马骗人，这里也有坏人，有吗？所以他们就离开教会了。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困难的？有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对于罪的思考都是在表面行为上的好人。坦白说，那一天如果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就道德行为的层面，他有犯罪吗？如果撒旦叫耶稣去抢食物，这个东西本来是属于别人的，你把它抢来，那你就不对了。如果要耶稣去偷，那也不对；如果要耶稣去骗，那也不对，因为这表示这原来不属于他的。你把不属于你的变成你的，那你都要意图使人亏损，那这个就是犯罪。但问题是，如果你去过巴勒斯坦，看到以色列满坑满谷的那个旷野都是石头，石头是谁创造的？上帝创造的。所以石头是耶稣他爸的，他把他爸的东西稍微改变一下，其实还是他爸的。对，他爸的东西啊，他爸创造的。然后呢，耶稣如果把石头变成食物，他没有吃也就算了嘛，对吗？
如果我是耶稣，我会有创意一点，我可以把石头变马卡龙，很多不同的颜色，然后再把它变回去石头，我只要不吃就没事啦。当然，刚刚那个弟兄说的很好，如果变的本身它就是改变分类、从属性的分类，那当然可能这个变的行为是一种罪呀。可是在这里，我们仍然面对到一个挑战，就是行为的挑战。非常多时候，我们觉得犯罪是一种行为，是一种做错什么事情的行为。请说，请说。耶稣在一个婚宴的时候啊，然后他妈妈说：“你可以把它变成酒。”他说：“我时候还没到。”那耶稣才一开始还没有进行他世上的任务的时候，撒旦就先说：“哎，你就开始。”可事实上，神当然来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这并不是神吩咐他的，这是撒旦吩咐他的，要他怎么一开始让他哎，你还是神的儿子哦，你还可以怎样怎样？没有，他现在是变成人，他就是做人的事情。所以婚宴的时候，他也先不变酒，因为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因为他现在都是要照神的话。好，很好，给他一点鼓励。很认真想，非常好。可是啊，耶稣的妈妈跟他说，然后耶稣就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然后一转身，耶稣就去变魔术了。哎，你就觉得耶稣为什么这么容易被情勒？有没有？就是妇人，我以为你怎么相他出去，然后就为什么耶稣他还是做了？但会不会现在撒旦叫他说把石头变成饼，耶稣没有做，等到3个试探结束之后，耶稣会把石头变成饼？好像耶稣没有这样。好，我们继续想一下。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行为的本身是一个试探，可是刚好在这件事情上，耶稣完全没有在行为上犯罪，而撒旦对耶稣的考验，坦白说与行为无关，因为撒旦对耶稣试探的关键其实从来都不是把石头变成食物或把石头变成饼，因为对撒旦对耶稣基督的试探来说，它指向的是一个灵性。我们怎么理解罪，我们就怎么认识救恩。如果我们对于罪的理解是行为，你可能会遇到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说：“哎呀，我都知道啦，宗教都一样，都是劝人怎么样为善。”然后你就一时语塞。有些人跟你说：“哎呀，我发现我那个慈济的朋友，他们比你们那些基督徒还更有爱心。”当你从表面行为来看的时候，最有钱的不一定是基督徒，做最多善事的也不一定是基督徒。表现很好的有可能是佛教徒，成绩很好的可能是道教徒。那基督徒呢？如果我们要以为我们对于罪的思考是我们都是好人好事代表，很抱歉，事与愿违。圣经里面大卫王可以是好人好事的代表吗？抢人老婆杀人老公可以是好人好事的代表吗？当然不是。但大卫王他竟然是合神，你说哎，这嘛是这读到三个读到这种的，大卫王怎么会合神心意啊？抢人老婆又杀人老公，这怎么会合神心意呢？圣经讲的从来都不是好人的故事耶。原来罪真正的关键不只是你做错什么，最真正的关键是那个内在灵性的指向。而撒旦对耶稣所做出来的考验，真正引耶稣犯罪的是第一句话，不是第二句话。撒旦引耶稣犯罪的第一句话，撒旦说：“如果你是怎么样，神的儿子。”当然，我们在中文或台语的翻译，这个“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这个“若”就表达出另外还有可能不是嘛，对不对？若是就有可能是或不是。但更准确的来说，这段的经文对耶稣的挑战乃是：你既然是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子，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为什么撒旦会问耶稣说，或挑战耶稣说，开头就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因为这是马太第4章，对不对？马太第3章，耶稣去哪里？约旦河接受洗礼。当洗礼的时候，天开了，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由此可见，撒旦那天有参加耶稣的洗礼、受洗礼拜的，他有听到的，他有去观礼的，他有看直播的，所以他听到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啊，我所喜悦的。”
那这个时候撒旦就出来了，就出来挑战你说，这2天就是考试了，然后呢，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这次可不可以考个第1名？所以我们就跟神祷告，上帝啊，我既然是你的孩子，全班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再怎么样，圣灵光照我，让我稍微读书读到礼拜1要考的内容。上帝啊，我既然是你的儿子，会不会公司今年要年终花红的时候，或者说要 promote 总经理的时候，我会是终于可以轮到我，不要老是轮到那个慈济的嘛，好让我这个基督徒可以有见证荣耀你的名。主啊，大家都知道我是这个社区的基督徒，你如果让我当管委会的主席，可不可以不要再遇到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让我一帆风顺？我们的社区不仅地震的时候这个不会有裂痕，然后我们社区的经费会不断持续的增加。总之，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有机会跟上帝用，上帝啊，我既然是你的儿女，你岂不应该这样祝福我，好让您老人家脸上有光，就荣耀你的名啊！但是我们常常以我们是神儿子之名，以上帝得荣耀之名，为了要行我蒙福之实，对不对？上帝啊，你如果祝福我，你很有面子，你为什么不祝福我呢？你应该祝福我的，好让大家都认出我是你的儿女呀！撒旦就是在这样弄耶稣的，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 ？OK， 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就不会有那个脂肪肝啊；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就不会有肌少症啊；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就不得癌症啊；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就有 supernatural 超自然的能力，你可以干任何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经历到 yes， 我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件事情？要如何被证成，如何被证明，如何被知道我是属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要让世人认出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因为我们一帆风顺，921大地震的时候震倒了全部都是寺庙教会，完全没事，死的都是不信耶稣的。很抱歉，一视同仁。我今天下午要去一个地方服侍，是因为我妈妈80岁的感恩礼拜。那我妈80岁感恩礼拜呢，是因为3年前医生检查她的肺部说，你这个肺腺癌虽然手术成功不过跟我们说大概3个月。然后呢，每半年去一次，医生都说剩3个月。3年过后还是剩3个月。好，然后这个过程是你知道会经历到，我妈是牧师娘啊。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忠心认真的服侍，又超级宇宙无敌爱唱诗，还是诗班的指挥很多年。在他年轻的时候还是天韵的那种上早期黑白电视机的年代，摄影棚录影的那种早期天韵的诗班的成员。爱唱歌的人得了干燥症又肺腺癌，声音整个都哑了，不再好听了。一开始的时候总会那挂，上帝啊，怎么会是这样？我们的生命里面不会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比不是神儿女的人还少一些苦难的，没有比较少的。你说没输你讲这啊，没才刚，我来信加固，信加啪啪啪，原来也是一样，咔嚓讲嘞，没错，就是这样啊。耶稣基本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神的儿女，那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从一个因果逻辑的角度来看待属神儿女的人，会不会你做初一，上帝做15？会不会因为你的忠心热诚，上帝就格外保守和看顾？这个逻辑就是撒旦在约伯记里面对上帝说一样的逻辑。他说你就保护他啊，你就试着不保护他。你给庄牧师做完礼拜走出去被车撞，然后2条腿断了，你看他还要不要继续当牧师？你只要撤去对他的保护，他一定离开你的。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遇到了不顺利的事情，我们还愿意是神的儿子吗？我们还愿意说 yes， 我是神的儿女吗？撒旦那天来试探耶稣，他要耶稣做些什么
来证明你是神的孩子。我们要怎么样知道？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同事对你的期待、揶揄或嘲讽呢？啊，你们兄弟囝吗？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们基督徒不是有上帝吗？上帝不是保守你、看顾你吗？那为什么礼拜一的时候股市开市的时候，我的都涨，你的都跌？这样，好，你不用担心的，礼拜一一定全部都跌的。OK， 好好，第一场礼拜就知道，因为礼拜五美国跌了800多点嘛，礼拜一台湾不可能不跌的啊。好 ，OK。耶稣怎么面对撒旦对他的试探？你发现耶稣的回应非常的有趣，哎。耶稣的回应，耶稣说：“耶稣说 ，long long ago。”耶稣说，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本叫做《圣经》的，圣经的话这样说。各位，耶稣竟然那么天真浪漫的想要用远水来救近火。我们的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人像耶稣那么笨的，认真就输了。耶稣，你为什么你遇到问题你会说圣经说？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应该说自由时报这样说啊，应该说这个人那样说，美国总统这样说，应该这个世界的情势是 reality。 What is reality？ 什么是真实的？对我们来说，真实的就是你眼见为凭，这是真实的。但你今天看到圣经白纸黑字，亚内夏利马信哦。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大的试探是什么？我们信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怎么信的？是因为圣经告诉我的。如果救恩是清楚记载在圣经，而我活着的每一天所依靠的又是什么呢？是依靠我们看到所有物质逻辑所架构出来的真实，在因果逻辑里面所架构出来的真实，人要怎么收就要怎么种，人如果没有殷勤努力就不会有结果。对我们来说，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我们应该服膺于物质的逻辑。撒旦于是乎对耶稣挑战，耶稣该怎么样面对这种有条件式的思考？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原来耶稣的肚子饿，以圣经的真实来回答。你我今天生活的一年有几天？365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走在旷野的时候，一年有几天？365天。一天几个小时？24个小时。我们面对到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以色列人在旷野有没有面对？同样面对啊，他们一样要面对各样真实的挑战。我们肚子饿的时候想找吃的，以色列人口渴会不会埋怨？会埋怨的。原来我们所面对的日常是真实的，而圣经所记录的这一些与神相遇的人，他们的日常也是真实的。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不是在看那个遥远的故事书，我是用我真实的生命经验进入到那个圣经的现场。他们与我们一样，一天24个小时，一年365天。他们会有春夏秋冬，会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会有喜怒哀乐，一如我们一样。耶稣会肚子饿，以色列百姓也同样会肚子饿。我们会遇到各样挫折、试探、犹豫、烦恼，甚至愤怒。以色列百姓也一样的，他们曾经很愤怒的跟上帝说：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而当我们继续往下看，耶稣怎么回答撒旦的试探？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里所说出一切话。各位，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句话如果你是 sales， 你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有时候我们会说，金钱不是万能，但怎么样？没有金钱万万不能。食物不是全部，但没有食物你就会饿死啊，对吧？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一切的话。耶稣的意思是说，基督徒生命的满足不只是要靠食物，我们真正的满足也是要靠读圣经。OK， 没有错。但问题是，你问那些没有读圣经的人，他活得会比有读圣经的还差吗？全世界最有钱的可能不一定是基督徒，最健康的可能也不是基督徒。他们都没有花时间读圣经，他们花很多时间去健身，所以身体比基督徒好。他们花很多时间研究怎么赚钱，所以钱赚的比基督徒多。所以当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说出一切的话，但不是读圣经的人，我们的人生就一帆风顺啊！不是读圣经的人，你就以为我们不会有饥饿感，我们会的。而耶稣这样讲又特别没有说服力。为什么耶稣这样讲没有说服力？各位，你读圣经的时候看到耶稣禁食祷告多还是吃饭多？圣经给耶稣的镜头是拍他吃饭多还是拍他禁食祷告多？拍谁呢？吃饭比较多呢。耶稣吃饭比较多，耶稣禁食祷告就这40天啊。我就会跟耶稣说：喝哪里卖家？你卖家嘿，你卖家，你3年半都卖家。耶稣3年半有都卖家吗？没啊。耶稣不只是吃还喝，喝到酒不够了，但不一定都是耶稣喝的啦。但就是耶稣还把水变成酒，对吧？圣经记载了非常多耶稣与罪人吃吃喝喝的画面的。当耶稣去到罪人家吃吃喝喝，罪人吃的好还是不好？好。所以人家耶稣才回答：施洗约翰来不吃不喝，你们说他被鬼附了；人子来又吃又喝，你们说他怎么样？贪食好酒。耶稣是出了名的贪食好酒，吃吃喝喝这样子。所以你会觉得这个画面很违和的。耶稣吃了鸡腿，然后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说，就是耶稣，那你可以不要吃吗？你看马大要服侍你，知道你爱吃，人家怎么样去服侍你？说，你叫我妹妹玛利亚来嘛，到住起。所以人家都知道你是 enjoy eating 的人，为你预备了那么多的食物啊。你现在出来服侍，专门讲好听的话，没有说服力。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一切的话。各位，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食物跟圣经，我们就画错重点了。好像食物在天平的一端，圣经在天平的另外一端，用食物和圣经来做对比，我们会说只有小孩子才做选择，对吧？我们是大人，两个都要啊！我又要神的话，又要食物，OK。可是真正的关键其实不在这里啊，真正的关键在耶稣回答撒旦的第一句话。耶稣说：“人怎么样？活着。”到底什么是活着？耶稣说：“人活着。”这一句话，我们可以说是第二亚当在透过这段经文代替第一亚当。所谓的第一亚当，就是创世纪第3章面对撒旦试探的亚当夏娃。如果你还记得，当撒旦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他跟亚当夏娃怎么说的？他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果然，当亚当看到夏娃吃的时候，也没有立刻暴毙，还露出一副很好吃的表情，有没有？所以夏娃拿给亚当吃的时候，亚当就怎么样？就吃啦，姐姐不落晒啊，不带急啊。所以他们没有吃的日子就立刻死掉，就像是你没有读圣经，你也不会立刻死掉。没有读圣经也 OK 啊，活得好好的啊。不然你问那个今天没有来做礼拜的，他活得好不好？对，活得很好啊，对，活得很好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就是在回答撒旦，就是你要骗这些神的儿女啊，说不一定死的，没有读圣经也不一定死的，也活得很好。耶稣就要回答撒旦说：呀，那你知道什么是活着吗？我们可以活着，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状态之下活着。我的爸爸是牧师，在我小时候，我爸爸只要去医院探访，特别是从加护病房回来，都会跟我说：儿子啊，当然他不会讲华语的，就讲台语的。总之他的意思就是说：儿子啊，有一天呢，当我怎样的时候，你不要给我插管哦，你也不要急救，就让我去哈。那我就是听听而已啊，感觉到是爸爸不要制造孩子们的负担嘛。
但当我有一天当了牧师，也一样去医院探访，特别是从加护病房回来之后，我也会跟我儿子讲，差不多跟我爸一样的内容，就是儿子，你爸我有一天怎样，你千万不要救我，这样子让我好好的去这样哈。那是因为我常常冲抵温囝所以温囝我是跟我开玩笑说，爸，如果你老了之后，你最好你坐轮椅，我就把轮椅的刹车弄坏，推一推就放手。我就心里想，万一我鼻胃管的时候，儿子可能会喂我麻辣火锅，你知道，我整他，他还会整我的。好 ，OK， 就是如果我可以选择要怎么活着，我肯定不要被别人推着活着，我肯定不要别人替我选择，我要自己选啊！我要选，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我要选，我要去这里旅行，我要去那里旅行，我想要有品质的活着。耶稣回答撒旦，他说：“呀，你在谈我是神的儿子，对吧？你要试探我，要叫我做些什么来证明神的儿女活着很有尊荣，神的儿女活着很有力量。那我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活着？活着不是用物质世界的成就、地位来证明我是神的儿女，不是用这一切来证明。那个真正活着的，是我因为有了神的话，我知道这就是生命。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原来生命这件事情不等于健康。但是当我们常常会觉得，主啊，为什么这事临到我？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罹癌确诊，我们问上帝为什么？我们以为活着是健康的活着，我们以为活着是富裕的活着，我们以为活着是各样丰盛的活着。是的，神乐意给我们各样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他乐意给我们。只是我们对于什么是丰盛，我们真的理解吗？很多年前，我在带一个查经班，20-30年前了。在那查经班里面呢，我是年纪最轻的，那时候我还是传道。然后年纪第二的，大概比我上个大概就60几岁了，所以你就知道是长辈的查经班了。然后呢，那天我们在查罗马书，我就邀请大家分享一下见证，前面有没有一些见证啊？然后就大家有不同的分享了。就有一个阿嬷就说：“啊，我要感谢上帝哦。阮孙啊，为迄个罗中路摔落来下面一个蓝骨头，感谢主摔落来下面蓝骨头，人无代志哦，大家感谢主，俄罗主哈，拍拍手。然后忽然就有个阿嬷举手啊，我要讲见证啊，阮老人翕电工吼，去照 X 光啊，翕出来规片白白安尼啦，大家欢乐讲哦，安那就替伊祈祷。总之他的意思是大家为我老公祷告。结果1个礼拜后再去拍，拢无代志，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不是看错片子了，对不对？他说没有，是真的那个片子，但神医治他了。好 ，OK， 然后大家就感谢赞美主啊。忽然间有一个长辈，他是那间教会的长老，他是医生退休，他就说：“我听你们在分享这些见证啊，对我来说都不是见证。我们刚刚说感谢主的人就有点被打脸的感觉，说为什么这不是见证啊？”这个医生就说了，他说：“我的媳妇去年癌症过世，在我媳妇过世之前，跟牧师说，牧师你可不可以让医疗人员推着我坐轮椅到教会前面，我要讲见证。”牧师就答应他。他说那天呢，我儿子跟我媳妇还有我孙子，我那个媳妇的轮椅推来前面，他打着点滴从那个安宁病房出来。他跟弟兄姐妹分享，他说：“谢谢你们为我癌症病得医治祷告。很明显的，神没有医治我，可是谢谢你们的祷告，让我们全家有力量来面对我的死亡。谢谢你们的祷告，让我们全家有盼望来面对我的死亡。”这长老讲着讲着，他就说：“这是我当长老这么几十年来，我听过最有力量的见证。我的媳妇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她依然确信她是神的女儿，她是神的孩子。我们的生命要用什么样的经历向这个世界的人见证 ？Yes， 我是神的儿女。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证明神祝福我？
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十字架吗？是因为我们不用十字架吗？这就是撒旦要耶稣从殿顶跳下去啊！你如果从殿顶跳下去，用你的特异功能，大家就信你了，那跟随你的信众就忽然间增加了。你不用走那么累啦，背十字架不用的，你跳下去，你没死，全部的人都信你了。我们恨不得我们过的日子比非基督徒更好，我们希望那样活着的生命是能够荣耀神的，但没想到我们的主却用神的话来邀请我们，以圣经神的话来成为生命的满足，以圣经神的话来建构出什么是我活着的关键。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怎么面对上帝的话？撒旦对亚当夏娃的试探直接冲着神的话来的。撒旦对亚当夏娃说，神真的这样说吗？各位，你怎么看圣经的话呢？你真的相信神的话吗？夏娃回答撒旦的，撒旦挑战夏娃，神的话不一定是这样，其意味着他不相信上帝是那一位正在说话的上帝。对撒旦而言，这些只是上帝说过的话，文字的东西。我挑战你，是因为我要你不要相信圣经是那一位上帝正在向你说的话。夏娃的回答明显的是在长老教会长大的孩子。夏娃说，神曾经这样说，我的主日学老师这样说过。圣经对他来说是曾经听过的讲道，曾经查过的经，曾经主日学听过的故事。圣经从来不是上帝正在对我说话的现场，圣经只能是我听过的故事。各位，如果圣经这样被对待，这些在当中长大的孩子们，他们越来越大，他们越来越不需要再坐着听讲道了，因为有很多的经文都听过了。我们当中有谁没有听过五饼二鱼或浪子回头的，请举手。他们都听过了，不要说浪子回头，连跟浪子抢吃的猪都演过，对吧？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没有什么圣经没听过了，除非是异端了。那如果都听过，我为什么还要再读圣经呢？为什么耶稣你还要说经上记着说呢？这就是很多的基督徒离开教会，也不想要按照神心意活着的原因，因为圣经失去了上帝正在说话的力量。3年多前，我在接受一个辅导，线上辅导，因为我的生命遇到很多的低潮，有忧郁症。在我辅导的过程里面就是我大概每2个礼拜要一次线上辅导，然后这线上辅导他不在台湾的，我的辅导员在国外，然后大概到我们的原则都是90分钟，然后到后面的15分钟呢，会是一段读圣经的时间。那天我在讲我的原生家庭，在讲我生命里面的自卑、恐惧跟害怕的事情。然后这个听着听着，这个辅导员就忽然间跟我说：“说信德，他知道我是牧师了哈。他说信德，我发现你好像不相信因信称义的真理。你知道我是不只是牧师啊，我还是读系统神学的博士，你知道吗？好，就是不相信因信称义的真理。我没有觉得被他冒犯，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信仰很好的一个辅导员。他就接下来问我，他说：“那你告诉我，什么是神的义？什么是上帝的公义？什么是神的义？”这样，他看我愣在那边，不太知道他要问什么。他可能担心我回答不出来，有点尴尬。他说：“好，你现在翻开罗马书第3章。”我说：“OK 啊，翻开罗马书第3章。”他说：“你从20节来读给我听。”我说：“好。”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他说：“等一下，信德，你再读一次，神的义是什么？”我说：“神的义，我们一起来读，请。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好 ，OK，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如果你一直觉得你这个不够好，那个不够好，那个不够好，你觉得你是在神的义还是在律法以下来看你做的这些不够好？他说：“你继续读22节。”我说：“好，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他告诉我说，我不相信因信称义的真理。我心里想，罗马书的讲道我不知道讲了几遍了，系统神学的课程我不知道教了几遍，我当然知道什么是因信称义啊。可是来到了这段经文的现场，当我重新读着而且思想着神的话，上帝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发现我常常活在一个行律法的眼光之下来看待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是不是一个好的牧师，是不是一个好的神的儿女。但是越从行律法的角度，我越发现我做的不够，做的不好，做的不够好，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只能常常自责，常常责备自己。可是这段经文提醒我要想的是神的义啊。什么是神的义？原来我发现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追求人的义，就是我喜欢别人尊重我，我喜欢别人看重我，我喜欢别人称赞我，我希望用我一切的好行为、好见证、好榜样来荣耀神的名。有没有这个逻辑？就是一开始我们说了，你如果是神的儿女，你应该不会得癌症的；你如果是神的儿女，你不会得 COVID-19 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921大地震的时候，基督徒的房子都没倒，非基督徒的都倒了。这就是我们希望用我人生的一切来证明我是神的儿女。但是经文提醒了我，哦天哪，原来我的一生很努力的都放在我的义，我想要我的精力来荣耀神。23节他说，你再读我就读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些经文我非常的熟悉，我相信你也不陌生。但是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那天让我看到的是，原来我今天能活着，不是因为我读过神学，我今天能活着，也不是因为我知道的比别人更多。我今天活着，我跟世人都一样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我仍然能活着，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啊！一点都不是因为我是牧师，靠着耶稣基督的血，而关键是我到底相不相信？我到底相不相信上帝显明他的义，让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但是我常常希望上帝显明他的义是透过我的好。27节说，哪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没有。但我都希望透过我可以夸口来荣耀神的义。我在这段经文里面真的发现，我不是那个完全相信耶稣的人。我发现我不是那一位完全相信耶稣的人，是因为当我希望显明神的义的时候，是要显出我人生的顺境，是要显出我人生的成就。我很想跟神说，神啊，可不可以用我人生的好行为、好榜样、好品性来荣耀你的名？却发现我跳过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也遗忘了保罗说，我所不愿意的，我反倒去做。我总希望我用我做得到的来荣耀神，其实到后面我只想要使我自己得荣耀。你有没有看到？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基督徒，你有没有看到？所以保罗才说，故此我要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刚强覆庇我。可惜我们常常想要用自己的刚强来显明神的义，而不是用我的软弱在耶稣基督里。在这个地方，在那一天我就发现，主啊，我是那个不相信你的人，我要悔改。我发现我不是那个真的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我可以用圣经教导人，但不一定我完全 Yes Lord， 我相信你。你说我是你的儿女， Yes 我是。不是因为我做得到，我永远做不到，但是因为你称我为你的儿子，我愿不愿意相信？弟兄姐妹，不是你做得到，是神称你为他的儿子，在耶稣基督里，你信还是不信？如果我们相信，感谢神，你是相信神的工作，不是相信你做到了。
你是相信上帝做到了，这是福音。福音是 God already done， 神已经完成了。福音不是 you have to do， 你必须要做。如果福音是你做到了，那是因为你做到一个基督徒的榜样，所以你配得成为长老，成为执事，成为服侍神的人吗？如果我们这样想，那很抱歉，我们是不相信圣经的人。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做不到，但上帝做到了。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即便你没有做到，但上帝为我们完成了，这是救恩。显出神荣耀的不是我们做到了，是上帝自己做到了。这时候我们用一首回应的诗歌来成为我们的祷告。每一天我需要你，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用心灵诚实来寻求他。当我们唱这首诗歌到副歌的时候，我们才一起起立来唱。我们前面这首诗歌的第一段，我们连续唱2次，然后才进到每一天。我们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来到世人桌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我们从头跟神祷告，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桌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们一起起立跟神祷告。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每一天，我们再一次跟主说，每一天。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是的主，这是我的祷告。有一段祷告的时间，跟主说：主，这是我的祷告，我每一天都需要你，我每一天都需要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我们跟主说，我们渴望这样的恩典，是那个从灵里面有极深对真理的渴慕。我们求主把这个渴慕的灵加给我们，我们为自己有一段祷告的时间。亲爱的主，谢谢你，你的话向我们陈明，你的话是那么的有的力量。主，我向你祷告，给我一个渴慕的心，给我在灵里面对你有一个极
深的渴望。主啊，这个渴望是这世界不能夺去的。主啊，不是渴望薪水的收入，主，我不是渴望眼睛看得到的安全感，我不是渴望看见当两岸没有战争的时候，我就能够过平安的日子。主，你帮助我，让我的满足来自你的话，让我的满足来自于你的启示，让我的满足来自你的应许。谢谢主。亲爱的主，我谢谢你，我谢谢你用你的话来安顿我的心。亲爱的主，我谢谢你，因为我生命所需要的一切都在圣经里的启示里。主啊，我向这个世界寻求安慰的时候，我向这个世界寻求盼望的时候，我向这个世界寻求肯定的时候，主啊，我求你用你的话重新吸引我的心，让我回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的生命单单因为你的话得着满足。主啊，我需要你，这是我向你的祷告，我需要你，这是我向你的祷告。好不好？弟兄姐妹，用我们这首诗歌的副歌向主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祷告，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神。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亲爱的主，我们渴望这样爱你，但你知道我们的爱不完全，求你用你的爱坚固我的爱，求你用你的信实托住我的信心，求你用你全能的手托住我这脆弱的一生，好让最终的荣耀显出你的全能，好让最终的荣耀显出你如何用你福音的大能遮蔽我这个软弱的生命。谢谢主，你是唯一得荣耀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接下来我们等一下来奉献。今天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让我们兄姐一起为了圣经学院，我们来关心、来代祷，甚至奉献我们的金额为主所用。这时候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以及信心的行动，请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力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
众请起立。会众请坐。事工分享，我们请何兆明长老。好，那我们就来做今天的事工的分享。哇！好，那我们今天很感谢我们新竹圣经学院庄信德牧师来为我们讲道分享。庄牧师请起立好了，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他。对，我们两位牧师呢，也要代表教会跟各位弟兄姐妹，然后牧师也要代表来再次向庄牧师来谢谢。鞠个躬，代表我敬意。对，大家都听得非常的开心哈，好像大家都很融入在那个牧师的那种讲道的那种意境当中哈。对啊，那种互动关系好像很不错。对，感谢牧师哈。然后呢，接下来，好，我们来读一下今天本周的读经的导读。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6节，我们来读华语的哈，这是黑色的那一行字。好，我们一起来，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说，这话是真的。哥林多后书9章6节。好，阿们。好，那我们10月26号，我们是联合礼拜，只有一场，那10点，我们要举行那个。会员的合会的改选，我们这次要改选2位长老，然后3位执事。那礼拜中我们会来选举，所以我们会将我们的会员名单会公布在公布栏。那如果有疑问的话，在10月20号的下午4点来找我可以来做一个更正，或者是一个补那个不足的部分记得那个时间，然后大家可以去那边看。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教会来参与这一次的临时合会的长职改选。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教会有一个野外礼拜，在新竹的绿世界这个有一个短影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新竹的北埔绿世界，我们在7年前有去过了那相信他在7年会有蜕变，会有更好的一个应该是新的布置吧。因为我们是时间定在11月23，应该那时候的太阳应该不会那么大，大家可以好好的来享受这个大自然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报名，我们跟小组长先来报名哈。那个成人的话是1000块，那在学的学生是800块。那我们就大家就一起来参与这个野外礼拜。
接下来我们幸福小组我们已经开始在开跑了，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备课，那请我们的辅长跟同工在礼拜后结束后1点，我们到4楼去参与这个备课。我们的舞蹈班已经开始了，就是在昨天就开始了。那我们有分龄哈，就小兔班、小熊班、飞鹰班。那我们的舞团团长说我们可以继续报名哦，然后可以上个星期没有报名没关系，但是接下来还是可以继续报名。如果我们有小孩子想要学跳舞的，那我们就尽速来向团长或者是干事们来报名，这样子可以吗？哈，对吧？因为就是在招啊，所以才要报告嘛，对不对？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社区幸福乐龄营，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比较松年就是比较成长的不是成长，就是比较大的哈，就是刚刚我们庄牧师有提到说那个65几十岁很多见证的哈，那就是有很多乐龄欢唱等等等。那从9点半每周一的早上9点半开始到11点半，那就是请大家有空的就可以过来哈，那增加一下创意，然后活络一下脑袋这样子哈。对，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学院。星光学院是小学1年级就可以参加了。那有影片，我们有很厉害的师资哦，那个刘哲，他是在美国成长、美国学习的一位弟兄哈。那他教学是用美式的教学，所以他会教我们数学，教我们英文，那让我们可以学以致用，不是只有听，他会教你怎么讲所以大家可以把时间能够挪出来，是每个礼拜2到礼拜4下午4点到晚上8点我们有老师可以来帮学生可以学习更多。讲完我也讲完了，好，在11月1号起，我们有联合圣歌队要为了圣诞节的节庆，我们要来练习我们的诗歌。那从11月1号起，每周6晚上7点半到9点在这里。那希望我们每一位兄姐能够多多参与，然后唱起诗歌才会更洪亮更好。那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在教我们，所以我们比较缺。第一场我说缺弟兄第二场我后来觉得改错了，应该不是缺弟兄，弟兄姐妹我们都很缺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的参与在这个服事上面。那喜欢唱歌的就一起来这样子大家同意嘛对好，接下来我们牧师跟传道到美国南加州圣地亚哥有去那边做一个休假。那休假期间如果有什么事的话，我们就请洽那个游国斌长老游国斌长老，那其他长老也可以啦，但是主要是游国斌长老这样。那就是我们的教会要持续关心那个中央空调的一个冷气的修缮施工。那我们大概我们所需的经费是400万，那奉献到上个礼拜是112.8810元所以我们继续为了这个冷气的一个更新，我们继续关心代祷跟奉献，让我们能够赶快可以把这个冷气给全部更新，让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可以来聚会这样子我们非常的开心有一个宝宝诞生他是吴昌卫跟艾琳的夫妻，他们说生的是弟弟嘛他叫吴球，那个念球啦，那个念球所以是跟打球那个球一样好，我们对我们非常的开心我们有一位新的宝宝诞生了。好，再下来我们继续关心我们教会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继续为这些来代祷，那也关心他们，然后让他们的身心灵可以得到健康。刚刚牧师也有提醒我们说让我们也能够为家人来代祷不容易好，那
以上，还有我们为了我们的组内的詹爱桂凤姐妹蒙主恩召她定在10月24号星期五上午10点半在台北的环外馆景仰楼3楼智美餐厅举行告别礼拜。那我们也要为遗嘱来代祷。那当天的诗班呢，会在10点来练习卫诗。那请我们弟兄姐妹，如果可以，时间可以，我们就一起来唱诗歌，以安慰我们的遗嘱。好，那我们现在介绍我们的新朋友这是我们教会相关网站，我们就自行来参阅哈。好，我们来介绍我们的新朋友，这是，有吗？邵生蕊是不是？有吗？这 PPT 没有。好，那我们就欢迎哈。对，他住在这里而已啦哈，没有多远啦哈，没有多远，所以就要继续来啊，因为没有多远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另外一位弟兄是邢明元，你怎么都没有 PPT？ 邢明元，好，我们欢迎他也欢迎你继续能够来我们教会聚会这样子哈。第3位是陈小伟，是不是？好，我们欢迎你。对，也是慧华的朋友哈。好，那你们3位就先起立，我们有迎宾团队要一份礼物要送给你们一个精美的礼物，对，跟我们迎宾团队、迎宾小组的人到那个我们的接待的地方，对。好，那我们就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请安，我们来交礼。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了你，耶稣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来，我们彼此来请安。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那我们继续站着，我们请庄信的牧师为我们来祝福祷告。我们同心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平安。平安。好，那我们第2堂礼拜到这边结束。线上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请坐。
有这么好笑吗？他要请坐了，为什么大家都不坐了？你们都不听我的话啊！